咱先来研今日的信息吼。第一首是308首，咱先开信息308首。因为这个时间够高吼，咱来研，因为这首诗歌咱大家拢真熟，咱来研第一节。我们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奇妙的听。我们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真实的名。我们唱歌来学咯，学咯耶稣无比的听。我们唱歌来学咯，学咯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到你落的大海，我们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们唱歌无人知。真水的诗歌吼，小弟嘛是咱敬拜赞美的诗歌吼。第二首，咱来研回应诗450首。咱研第一节跟第二节。呼求上帝，是阮祝福，保佑一家安乐，是大是小，心主基督，大家三听。好，尾本诗399首，399首嘛是足水的诗歌吼。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印念你心内。兄弟，咱有真欢喜吼！今日是12月31，吼，咱伫个年尾的时阵会当斗阵，有够有福气对无？对啊，有够欢喜的啦吼！毋是逐个人拢有法度伫个年头甲年尾拢有法度斗阵的吼。阿免吼，这些心还是真，家己咱学落的代志，咱会当，咱即点咱来用听互咱自己斗阵做一下，咱同齐来互相请安，好无？吼，有够欢喜的。会当听听，咱来互相请安咯。哦，足久无安尼听听，互相请安。经过3年的疫情，哦，互咱戴着口罩，吼，我都无法度过足亲密的生活，但是，哦，今日有个上尾的一天，吼，今年都上尾的一天，咱互相来请安。平常上尾要起来，今日就起来啊！搁一届，嘿，有啦，
咱出去做一回。好，安尼咱即条咱就徛起来，起哩无？咱即条咱先来读以赛亚书26章第3节，更新咱同齐来哦，更新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阿门。阿门。咱有我靠耶和华无？有。阿门。来，咱来念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来手该拍鼓啊，该摕出来啊，咱来拍手哦吼。天父恩典真正大，你里地因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恩，比你有存，好在的感人变正欢喜，烦恼变好比。伊的甲因带，无人阮的拢无错，对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路开声欣喜，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比你地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做伴。咱着笑脸伊的恩，比你有存，好在的感人变正欢喜，烦恼变好比。伊的甲因带，互人阮的拢无错，对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路开声欣喜，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好天地拢。伊的甲因带，互人阮的拢无错，对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路开声欣喜，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好天地拢总相甲欢喜。诗篇89篇第1节，咱同齐来读。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的慈爱，到底永远。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代代。搁再一届哦，拄则无真侪，咱搁一届。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的慈爱，到底永远。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代代。接着咱就来学乐这首，我要唱歌来学乐。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真心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行。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你甲你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有信心的主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息真明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息欢迎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专你
上帝，伫你出来的所在，伫到你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对你出来的所在，对你出来的所在，伫到你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箴言第4章第11节安尼讲，咱同齐来读。我已经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路径。阿门。阿门。今天咱来念这首圣诗，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阮过今世曠野地，我真愿让你带管理，因手牵我无犯罪。你的美流，你的美流，求你佑赐我，求你佑赐我。手术，我心碎打大希望，每条魂要求你献出，带我到尾行天路，全力救主，全力救主，使我开来因保护，使我开来因保护，予你行到约旦河边，行行遥伊免离半，太阳时时地月出，保我阮到甲人看，我就饮食，我就饮食，因我感谢我努力，因我感谢我努力。咱同齐来献上咱的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开阮的心坎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因为你是慈悲怜悯，伊阁是公义和平仁爱的君王，也是明白你是阮一生上界大的祝福。这点，阮每一个阮众兄姐来到你的面前，伫阮敬拜阿老的歌声内底，阮摸着上帝你的信心甲阮伫地，祝福阮每一个人会当我靠你行天路，互阮明白你搁较深，也听你搁较深，成做阮一生上界大的祝福。敬虔拜了阮的祈祷，才愿即个敬拜阿老，成做芳的节，成做芳的节，成做上帝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谢谢。弟兄姐妹们，请坐。
知影，咱着各向敬拜，跪倒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亲爱兄弟姊妹平安。咱三个来用信息来学乐上帝。信息第308首，我要唱歌来学乐，请大家起立认专手。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一生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情。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你出来所在，你到你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实亲密的情。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信实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的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能全体上帝。你出来所在，你到你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请坐，请咱大家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阿罗你，你是最尊、至圣、至权、独一真的上帝，你是恩典的主、慈爱的主。伫一年的路尾，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保守阮一年来的平安，照你的应允，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由得地来赏赐阮。我也请求主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将你的真理起造伫阮生命石盘顶，来服侍你、君戴你，成做荣耀的呼召。我们感谢主对年初到年尾，拢看过阮的属灵的性命，伫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当中，来赦免阮的罪，互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圣殿，来听叹你的话，遵守你的圣经的教示，凡事照着主你的旨意来行。伫阮祈祷当中，恳求信心来引带阮头前的路，或是艰难，或是困苦，拢有主你的美好的旨意，是要来雕塑阮、修正阮无够野的所在。所以，阮伫你的面前，要来祈求你，为着教会宣教的事工，主来祈祷，恳求主信心赏赐阮够野的恩典，有主的引带，阮就满心欢喜平安。我也特别为着心灵创伤、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用你的怜悯看顾阮，用你的大权能医治阮，信心的开力来安慰阮，互阮赢过病的痛苦，赏赐阮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通过即款艰难的日子。感谢主的恩典，伫圣的主日，众兄弟姊妹带着敬虔的心，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赏赐阮信心的感动。伫阮日日的生活，成做你美好的见证，引带人来归向你。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学乐、牧师的讲道，所有服侍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施恩赐福伫每一位兄弟姊妹属灵的生命，成做丰丰的祭献上互你。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徒名求，阿门。
大家参加来启印。启印文第31，诗篇第124篇，伫信息的后面，启印文1055页。显着的，我来启，请大家来印。主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伊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大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世安祝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献诗，请信乐队来献诗。今仔日信乐队所要献的诗歌是《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名声人情细腻，引诱羁绊甲迷惑，听叹命令五子正路，无叹世间的法度，俗世私欲以及浮盈，应该拢总拄到清。我靠上帝好胆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
谢信仰队的献诗来学了上帝，请大家起立，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毕业岛林内受苦，得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三第二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佮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大家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65篇第3节，诗篇第65篇第3节，是旧约圣经第622页。我来读，请大家来听。诗篇第65篇第3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得治。以上。讲道，陈牧师，正伊要邀请陈牧师来讲道。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对。年初到年尾，请大家注心来听。各位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咱特别倒数倒数计时到24点钟，咱就会进入2024年，2024年。明年年初咱有一件大事，就是咱总统的大选。以及立法委员、咱国会大选，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把握手中的选票，来投互你介意、互你满意的人选。愿上帝想帮助咱，因为这是民主时代，民主时代咱所爱经历的事，就是咱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愿上帝想帮助咱，咱的长老教会是代议制度。啥物叫代议制度？咱选出长老，就是咱的小会，长老来组成小会，咱选出执事来组成这个中执会吼。所以咱这是用你会选你一票选出咱的长老甲执事。所以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咱上界民主的教派，咱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选出咱的中执。愿上帝帮助咱。2021年侪人讲代表的字叫做财，就是厝体的这个厝体财因为宅在家里就能够做天下事秀才不出门，能做天下事。我会记得每一场礼拜。4个人，有人咧回4个人，有人咧回5个人。我真感动，下准红长老陪伴阮迄段时间，林牧师甲我，以及佫有书会人，当然书会执事、中执伊嘛真辛苦，了后就是输勤的人，输勤的人阮上帝想帮助2021年我嘛经过啦，迄段时间。咱的社会开始转变，各行各业发展出即个宅经济伫厝里的经济，就是咱电脑拍开电脑，点点的手机点点的物件，就会送到咱兜。对迄年开始改变咱的社会，改变咱人的生活，改变人的想法。嘛有人讲是度，伫遐度日子，度即个疫情较紧过去的。有人讲紧的，有人讲是等，因为等，因为这是世界名曲逐工伫遐咧等，就是伊是要等疫情会当经过，等疫苗，等解封的日子。
2022年真好不容易，咱要迎接一个新的一年，我煞发现着讲后疫情时代，万物拢安那起价，因为国际物资嘛对咧起，国际的面粉也好啦，是遮的国际原物料拢起，万物齐涨，只有什么不涨？感谢主嘛是爱搁继续努力对今年开始，世界国际的即个物价拢开始起价拢开始起价。咱毋通讲较早咱去东南亚旅游，咱开钱咧开什物货迄物件有够俗。即摆咱去东南亚讲，最近仔嘛有人拢陆陆续续有出国你会感觉讲，敢若甲咱台湾的社会嘛袂差到倒位去。2023年当要过去，但是安那却选出一个字叫做缺啦，欠应该是讲这边哪来叫亏亏，有啥物亏啊占着迄个亏占缺嘛，占亏就是亏缺我是字对欠2开始选出即个字选第一个票。但是有人讲，这代表咱有够野的信心去迎接新的一年，因为咱有欠亏，对不对？检测咱有欠亏上帝的恩典，咱有欠亏伫什物种的事，咱明年会当甲伊补足。我靠上帝，互咱的恩惠甲恩典，嘛会当靠着安尼去转变咱的人生，互咱的社会哪来哪好。即句话是迄个招标得着阿文得奖的即个。即个杨先生伊讲的，所以即句话嘛，真做咱的勉励，真做咱对上帝、对上帝眼光来看，是毋是咱有亏欠，还是咱有欠亏，还是咱的心中咱有不足的所在？伫明年咱甲即个物件甲伊补足，来迎接2024年，咱同心来祈祷。愿上帝你听阮，互阮对年初甲年尾，祝福阮的心仰望主。按着所采的标来泡澡，做一个反省。伫年尾，2023年将要过去，我嘛已经进入疫情结束的时代，总是嘛有侪的病毒，不管伫倒咧流行，互人嘛真惊吓，嘛有流行的感冒，才会侪变种的病毒，互阮惊毋知。要安怎应变的年代，求上帝帮助，愿主你的开力来安阮的心，互阮的心有平安，亲像主耶稣，搁我拄着文道所讲的话，愿阮每一个人拢平安。主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其实每一年拢有一个代表字对2008年开始就有2008年讲是乱。拢无一句，拢无所有的好的字啦，只有2021年叫做安尼赞，因为迄年 FB 迄年即个 Line 也是对社群的软体开始咧流行，哇，大家拢咧按赞，对迄年开始我就知影要安怎来按赞，所以咱知影讲，足不出户啦，较尽天下物，即马即个时代，你发现着讲，咱的少年人拢会晓来即套，咱的少年人，前几站落我看到路停一个红灯头前后壁边拢是迄落呢，拢是外卖呢，叫外送呢，但是我看着讲会出来买物件的拢是遮个 LKK 啦或者少年人拢伫厝。因宁可啦开一点仔钱互人趁，伊嘛无爱去吹风晒日啦。所以这时代的转变，我相信未来即个足不出门户，较尽天下物，会改变，会哪来哪发展，其实足侪卖场，伊嘛咧改变因的形式甲因的形态。2020年遮个字。差不多拢无啥物种的好意啦，
所以到底咱的生活是好还是歹，是苦是乌是假？吼，2013年拄啊假油当咧流行啊，吼，伫市面上啊假油啊，所以咱食着油竟然是假，吼，是假的。而且迄当时我拄啊好伫中华牧会，拄啊好中华假物件吼，拄啊有足侪吼假油伫中华假物件吼。2014年啥？迄个什么油啊？迄个回收啊，地沟油啦、乌油啦、哦黑心油啦、乌心的油啦。我会记得我迄年我对日本吼，我去参加2014年我去参加叫311大地震的志工吼，拄啊伫飞机顶面看到迄报纸写的，哇！我讲哎哟，我开，我毋知食偌济即种油，啊上帝帮衬咱。哦，咱拢加减减。多多少少拢有食着遮物件，阮上帝帮咱想互咱，吼。但是有人无食着，就是骂人伊毋敢食。因为卖假油的人住伫中华嘛，真诶嘛？是啊，因的企业因起家就是伫中华，是啊，吼。是，阮上帝帮衬咱，吼。因听讲拢无食因兜买的，因拢食足高级的进口油。所以对咱来讲，老百姓实在是非常的艰苦，特别是基层的人。对咱的日子到底是安怎？咱的日子到底过了好无？但是今仔日的诗篇既然甲咱讲，哦，咱的路径拢有咧伫，咱的规年的年冬安怎真做一个冠冕来滴伫咱的头壳顶，这是代表王写的，这是一个感谢俄勒的诗，拄好分做3个部分，就是讲。伊要得到上帝的疼，要得到伊知影上帝伟大，伊知影上帝有赐了丰盛，吼，要互咱丰收。伊用咧来学了上帝，来学了主。15篇会当讲是一首的赞美诗，是种学了上帝的诗。对伫今仔日是今年的最后一日，咱敢有用安尼心情来学了上帝，学了主？咱是毋是？知影讲上帝有赐了伊的丰盛，如果若对照遮个字，我相信差不多有真侪人的日子应该是毋是安尼想。但是对一个基督徒的咱对岁数吼，对年头到年尾，咱是毋是有用感恩的心？对今年来讲是教会150年，我会当做伙伫遮甲。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是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甲每一个兄弟姊妹，甲同工、甲中职，所有不管是小朋友，不管是遮个养的，不管是你是年长的长辈，还是你是年轻的小伙子，咱拢有经历150年的恩典，敢毋是？所以咱对遮个领受上帝福罗州教会的恩典。至少我用这个角度来看，2023年是一个充满上帝互咱恩上加恩的一年。所以今日的主题是年终的主日，就是年尾最后一个主日。后一个主日，咱搁见面的时，已经搁经过一年。咱的白头毛毋知搁要加几支出来。所以咱讲白发人是什么？白发是对，荣耀的观念，是老年人的观念，在座有真多我上帝帮助咱，对诗篇65篇第11节，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地滴。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怎用油来代表上帝恩膏、上帝恩惠？上帝满满的丰盛，这是有一个典故。这是对所罗门王咧献祭时，咧起圣殿献祭，又献平安祭，有千万只的羊，千万只的精星献伫圣殿。哇！这千万只的油啊，真的安那亲像安尼那个。那像有这个小溪流安尼所以上帝闻到这油的味，伊就欢喜。
所以对安尼来看，即个稳定的免流，即个有油得滴，这是代表一种的稳定，代表一种的运费。有时我会去想，我开始牧会，上帝予我偌济稳定，我嘛会去反省，我一生上帝予我偌济稳定。其实咱若用一年去回顾，可能你所得到的是一点点啊。但是你若用你的生命去回顾，你会发现到你的路径所行，到底是上帝予咱偌济的稳定。我会记得伫新学院，我有一个真好的长辈，陈宗林牧师，伊讲伊拄仔退休，阮拄好联学，因为伊拄仔退休，但是伊有缘长，伊伫学校咧教册的日子，所以伊就对阮足侪期待。伊讲伊回顾伊一生65年吼，伊65岁就袂当伫机构搁继续服务，所以65年来，伊讲上帝互伊真侪稳定，真侪运费，伊有经历着真侪事。伊讲伊回头，伊替伊的囡仔拢传便便，互伊的囡仔。讲伊做一个牧师，无啥物种偌济剩偌济，但是伊有替因的囡仔传互因真侪，互因的稳定甲运势。所以对咱来看，你手中有偌济好牌，扫罗是一个手中有好牌的人。因为有经历上帝美好的同在，有真好的外表。圣经甲咱讲，伊是一个官腔大汉的有外表的人。伊阁有一个属灵的导师撒母耳甲伊指导，伊的后生约拿单，后来大笔嘛真做伊的囝婿。所以上帝亲自竞选伊顺利登基来做王，看起来伊应该是一帆风顺，但是最后离开上帝，伊最后。伊的官兵破坏即个处事，伊勉强限制，伊乱发命令，伊看轻上帝的官兵，伊无顺服，后来即个牌拍了乱去，最后迄个上帝甲伊气杀，最后伊死伫战场，然后伊的囝嘛死伫战场，这是一个悲惨的结果。伊是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王，后来大卫接手，大卫一开始是无人看好的人。大卫是伊家中第八个囡仔。当撒母耳要去找亚瑟的囡仔的时，对第一个老大、第二个、第三个，恁兜阁有囡仔无？阮兜阁有一个上细汉的，伫咧顾伊，毋则今日叫大卫转来。了，上帝甲撒母耳讲：人看啥物货？人看外表，但是上帝看内心。圣经甲咱讲，大卫他的荣光这个面很红润，这个少年家，撒母耳就甲伊割腕。后来大卫一开始互伊的丈人扫罗甲伊追杀13年，而且伊互伊的一开始伊老爸嘛看无伊会当真做较不看好他啦，无看好伊，伊的阿兄嘛无对伊真好，所以一开始大卫伊是扫罗扫罗本王的一个小小兵仔尔，因为杀死歌利亚了后，转变做扫罗王手爱一个小小的迄个兵仔就对啊吼。虽然看大卫一开始嘛无人跟对伊，但是大卫只有掠着上帝，诚做伊手中的牌。所以较无上帝，伊祈求上帝，倚靠上帝，伫上无好的环境的内面，伊学习来敬拜上帝，来祝福人。所以大卫一开始手中是无啥物种的好牌。对安尼来看，人互相会转变。检测人有软弱有失败，但是基督徒毋通袂记得有上帝的同在。咱常常爱转转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亲像大卫来学了上帝，真做合上帝心意的人。伫咱生命的手头，你有啥物种的牌？你要安怎去运用？无有人，无有每一个人拢甘着金汤匙出世。
咱只要努力，上帝互咱的恩赐。所以咱的教会嘛是需要努力。牧师之间，我有时会互相分享。啊，我有一个做伙毕业的同学，吼，伊甲我做伙抽考啊，啊因嘛是因翁嘛是牧师，因夫妇嘛是牧师，阮夫妇嘛是牧师。吼，啊我派伫屏东的时，伊嘛拄我派伫屏东，啊伊就派伫大鹏湾教会，大平湾。大平湾教会拄好是伫咧东港，东港镇。因为东港要分析教会，啊就甲迄个住伫大平湾遮个兄弟姐做甲分出来，啊怎正做大平湾教会开始的会员。因为因遮个人爱去东港有较远，即阮的同学就派去遐。一开始因无地，因无厝，是用租的，因为我有去遐讲道过，我遐讲道，因有人，我的教会拄好无人，有地有厝，阮的教会一分地，但是无啥物人，无啥物人，教会较稀微，无啥物人，着阮翁仔某去遐努力，对头开始有当时阮会互相分享。我知影因教会有爱餐，我有一摆，我着挂2地的洋葱啊，2地洋葱去找因。因为我知影有爱餐，即2地洋葱，互恁做爱餐的使用。因的爱餐真好，因的爱餐毋免家己煮，因为安怎？因为因教会毋是年长的做年长的，毋是少年就做少年的，无人会晓煮啦。要煮嘛做无用，因为教会30、40个安尼嘛真无用。教会嘛有较细间，因共租的边仔有一块地煞互因使用。伊安怎叫爱餐？我印象足深诶，因着甲自助餐叫。譬如讲，我50人份，自助餐就准备50人份，50人份的高丽菜，50人份的肉，50人份的即个卤肉，50人份的汤安尼，就差不多3项菜、4项菜一个汤安尼，礼拜煞就捧来就大家做伙食爱餐，食了佫有剩啊，所以因教会毋免煮。爱洗就有影，爱洗碗碟安尼所以就减一项。阮同学也真巧用即项。伊讲你安怎准备？阮就甲自助餐订就好啊，所以阮的同学一开始就做小朋友的事工。做小朋友的事工爱足侪资源的，爱做足侪资源的。伊就做1919，我知影迄个清明兄，清明即时，清明长老用骑脚踏车去遐。佫有当时因的物件排汗衫，所以我的同学我讲有当时拄着我讲，好羡慕你们。我讲你欣赏阮啥物货啊？你是欣赏阮教会一块地耳啊？我较欣赏恁呢。恁有囡仔有遮足侪囡仔，伊做足侪囡仔的事工就是了。因为迄个所在足侪对印尼寄过来对越南寄过来，对大陆寄过来。对菲律宾寄过来，对柬埔寨寄过来，嘛有泰国，嘛有印尼，足侪那联合国。所以遮个囡仔我识啊足侪，就叫遮个囡仔来教会来陪读，陪读，因翁仔某就做遮个工。当因咧建堂的时来到中华，我好羡慕你们哦！你要羡慕我什么啦？我每次看到我都很说来讲，我很羡慕我们。伊要募款要建堂，这因的新的建筑物旧年啊前年献堂即几年献堂。我甲伊咧建堂的时阵就四界找教会，我就用 FB 讲可以来我们教会募款，你当来阮教会募款，所以就安那风尘仆仆开因教会福音车啦，福音车嘛人关的，开一个福音车载7、8个囡仔来阮教会。载查某囡仔来，拢无载查甫的，拢一票，就愈个牧师开福音车载愈个小朋友来啊。为什么要安尼？比较好管理，较好管理。因为要洗身躯莫洗伤晚，2个3个入去就开始洗一间，开始洗，莫共杂做伤晚所以7、8个来遐来阮教会打地铺，困涂骹，睡袋安尼了礼拜日。就唱歌，哇，够感动人诶！安尼就甲阮募了大概，我印象中敢若要到5万，阮教会无人
毋捌过去毋捌讲对一间教会奉献遮悬，哎，拢讲很羡慕我们。啊，今年吼，讲骑机车环岛啦，环岛来到泸州，啊嘛咧讲很羡慕你我们，啊，他羡慕我什么？他羡慕我什么？他羡慕我手上有一张牌，伊足欣赏我手顶有一张牌。我讲伊拢请无即张牌。我拢有甲伊报，伊拢请无，伊足欣赏我。讲10几年来，佮足欣赏我。原来因教会的囡仔足需要人甲因鼓励，足需要人甲因鼓励。因的囡仔真需要去看到讲宣教师安怎努力，也是讲有宣教的活动安怎鼓励因的囡仔。我今年我才发现着讲，为什物你拄着我，你会遮欣赏我？因为伊足欣赏我手顶有一张牌，伊一直找无即张牌，我嘛甲伊报，伊都找无。但是我较知影讲，原来伊有眼光，伊要知影讲教会伫宣教内面要哪激励遮个囡仔。咱泸州教会150年，咱偌久无人委身去考新学院，要来争做一个传教者。11月份，台湾新学院李牧师毋是有来遮讲道嘛？5月份嘛有人代表玉山新学院来讲道嘛？3月份毋是有台南新学院来遮讲道嘛？我甲你讲，少子化吼，囝愈生愈少，献身的人嘛愈来愈少。新学院是爱照，为甚物？无人要承接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咱有偌久，咱教会无出传教者。咱毋是干那伫今年，咱要讲马街宣教师的伟大，咱莫讲要出传教者，要出宣教师，佫非常的困难。上要委身，咱偌久无？咱去看歌长老，歌长老带伫伊个查某囝，伊个查某囝囝婿嘛拢牧师，啊关雅玲牧师几岁？因兜剩2个牧师，当然咱教会佫有出一个宣教师去本来说旦所以咱教会偌久无出宣教师，无出传教者，所以宣教是非常的重要。只有宣教甲传福音会当互人来信主，只有宣教才会当互人感动。原来我的同学伊10多年前伊就有即个看见，因的囡仔即马拢大汉啊，伊本身无囡仔，但是伊讲伊的囡仔就是正的吼，伊的囡仔一代安尼10几年啊，有的囡仔即马拢30外岁，拢出社会啊。较新的即马就读国小、读国中，当然佫有足侪相片。所以我的同学区牧师原来伊就是看见讲，望有遮个囡仔会当来激励因，有人会当激励遮个囡仔。所以你敢会欣赏人有啥物种的好牌？其实我足欣赏伊的呢。我讲你真努力，甲教会起来，钱也还了。钱也还了，一间教会只有老人甲囡仔的教会，安尼，得家钱买地哦，买地佮兼起教会哦，就伫伊的心上安尼甲伊完成。所以你会欣赏别人有啥物种的好牌无？伊讲他很羡慕我，我说我才羡慕你，我讲我才欣赏你住新厝，伊嘛。讲有闲去因教会行行，伊要献堂的时，伊感谢所有伊会当去募款的教会，伊拢邀请。但是迄个时阵我来泸州伫泸州教会所以有较远的，这大平原足远的，无火车呢，若要坐高铁嘛，佫爱搬几6班所以恁若有机会，恁若有去环岛，会当去因教会甲因看一下听讲伊嘛有来咱附近的教会募款，
所以伊安尼出门就是安那载囡仔，一批囡仔咧吼，再出门安尼环岛。哦，是食批骑机车环岛，伊去南口啦，去南口车歹伫南口，啊为虾米要去南口？因为南口教会牧师娘吼，嘛是阮同学啦，一年尔，伊一年了后就转来台北吼，转来台湾新南伊伫南新读一年，吼，啊伊就去找迄个牧师娘，啊了车歹伫遐，啊伊牧师才甲伊吼，甲伊用来遮，所以迄工吼4月份，大家看到我讲很羡慕，我说我才羡慕，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羡慕来羡慕去。所以上帝对年岁看法安那？所以在上帝咧看，其实1000年足紧，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安那，即个年间的一件，其实日子咧过拢足紧。咱的年岁实在是有限，咱的年岁真正是有限。伫人咧看讲啊，今年是丰收还是欠收？今年是安定还是混乱？其实拢是在伫上帝的手中。即个冠冕是荣耀，即个冕旒是一个荣耀，即个冕旒是袂毁坏，但是爱付出代价，敢毋是？咱的教会150年，嘛是有150年的冕旒伫咱的教会。我相信即个冕旒是侪人付出代价。宣教的代价是啥物？传福音的代价是啥物？若无代价，咱要安怎来领即顶的冕旒？敢毋是？所以阮同学咧募款，我知伊做辛苦。我直接 FB 就甲讲，你来阮教会募款。所以牧师袂当只有家己求家己的好处，这个代价就伤矮啦。这无代价，要哪有冕旒？所以咱的教会袂当干那只有求家己的好处，团体代价、团体利益才是上界重要。马街宣教师敢有常常考量家己的利益？等下咱来看回顾的影片，每一张马街的相片拢是伊非常辛苦。马街行到中立大迄种破所在，讲啊，咱台湾的女社是遮了破烂。我捌去住过德国300年吼的女社吼，有够水的水啦！讲迄300年，我真正无爱相信。迄间饭店搁捌招待过达赖喇嘛，讲无啥物改过，只有内底吼翻新安尼。迄房间有够大间，迄间要有达赖喇嘛大。伊讲外表无啥物改变，300年的女社，伫咧板堡变到。所以我看到马街伊的日记，毋是互唐家、九杀家，搁伫咧山顶尾溜去拄着侪事艰苦的事。所以这就是伊所付出的代价啊！咱今仔坐伫遮，咱较会当享受，结果咱若无要付出代价，要安怎得到迄个冕旒？愿上帝恩典伫咱每一人的心上，规年拢不断。但是咱对年头甲年尾，咱拢爱有这恩典的冕旒。咱做伙读吼，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来，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偌久？咱有150，咱会当夸耀。咱行出去，咱会当夸耀讲，咱罗州教会有150，但是你免了，你敢敢伫？我相信，恩典是翻译叫做好处，上帝有咧，互咱真侪的好处。哦，上帝恩典，上帝好处，哪亲像冠冕缀伫咱的头壳顶，其实就是哪亲像有雨水降落，就是犹太地、以色列地上界欠缺的雨水。第二个部分是讲，咱爱用行过来的路来行往未来。所以你的路径有油咧滴，意思就是讲，咱做每一项事，到每一个地方，拢会当带恩典互人，亲像有油膏，亲像有即个油滋润即个土地。即个油就是来自即个献祭油。所以所罗门献圣殿的时，伊嘛献平安祭。利用记上悬8章63讲，献平安祭时用牛22000，羊12万，羊12万只，牛22000，惊死！
敢若遮的油，敢若遮的迄落，亲像沟，亲像水沟，像水流。诗篇23篇第50嘛，甲咱讲，伫敌人的面前，上帝为咱摆设筵席，用油膏抹咱的头壳，互咱的福杯安怎，使我们的福杯满意，互咱的杯安怎满出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路径亲像油在滴。咱毋通用1年做回顾，你会当用10年、用3年、用5年、用10年，用你一生来做一个回顾，是毋是有路径？你的路径是毋是有油在滴？这是咱信耶稣的人，是借着耶稣基督，互咱到每一个所在，咱人拢亲像这个平安节，嘛有感谢感恩节，世界拢有这个油在滴。所以信上帝人，咱内面是爱充满着上帝互咱的丰盛，满满的恩典。凡若接受主耶稣的人，这就是恩典，而且爱稳上加稳。互咱1年4季的规定，这是上帝互咱的礼物。我会记得8月，我7月底，我伫中正路安尼吼，看到菜庆吼，特别1点钟，我伫空档。佮翕来到咱的教会，庆拢无线，敢若亲像一个冠冕，敢若亲像迄天小可有落雨，嘛缀伫咱的教会，缀伫咱的社区。约翰福音书第1章14节，咱做伙读来。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个阮目看起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起头教会，主是起头，嘛是即个路尾；主是起头，嘛是路尾。所以咱爱行过路，咱嘛爱行未来，因为水甲咱滴落。迄个道成肉体，敢毋是马街嘛？马街敢无道成肉体来到咱中间嘛？伊用偌济肉体付出伊的辛苦。59岁、58、9岁就伫遮，待伫遮。所以当咱野外礼拜，佮当去到遐个时，我的心是非常的澎湃跟感动，是非常的感动。咱毋是干那讲一直要讲马甲的故事，是要对伊去互咱有足大的激励。毋茫讲咱的教会会当佮再有人献心为心，起来去读神学。愿咱用恩典来赢子民，来赢子民。互咱用恩典来赢子民，就是用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亲像这个阳光，亲像这个道成肉体。咱要做伙来回顾咱2023年的影片。教会今年社教150周年，在2月举行教会 logo 票选，圣灵带领感动 logo 的设计，以及会友参与票选的过程，让这个 logo 成为荣耀的记号。3月举行了悠游欢乐150健走，透过走路体会当年马街长途跋涉传福音的艰辛，一步一脚印，走出福音的果效。青少年复兴特会借着青少年组织敬拜团，带领敬拜，唤起爱上帝、热忱委身服事的心。4月份进行教会外墙彩绘，让教会成为社区所注目的地方。举办马街角中巡礼，参访淡江中学、真理大学，在校园中缅怀马街爱台湾、认同台湾的心。马街甚至死在台湾，埋葬在台湾。Formosa 成为他最后的住家。5月举行为教会守望
泰泽音乐祷告会，借着泰泽音乐凝聚大家同心合一为教会祷告的心。6月18日有社教150周年感恩礼拜。6月22日是泸州教会的生日，在这一天举办泸州马街日教会导览，让社区大大小小的朋友们能够进来教会走访参观。泸州基督长老教会是马偕博士所设立的，是马偕博士在台湾设立的第4间教会。这位远从加拿大来的宣教师，为着上帝的福音不畏艰辛，今天我们才能够在这里享受这美好的成果。泸州教会在泸州这块土地上面，也成为许多人心灵的避难所，在150年岁月的长河里代代传承，如今依然屹立在这里，默默守候泸州这个小城。马偕博士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他最爱的台湾，而他所写的最后的注家，在在的写明他对台湾的疼惜与挚爱。即使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阶段，他依然不负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而台湾不仅是马偕博士最后的住家，也是你我最后的住家。150年后，不同世代的情怀，相互辉映着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对台湾的爱。为了让信徒能够身立在150年前马偕的宣教场景，今年教会的野外礼拜特别选择到淡江中学与真理大学。首先，大家聚集在淡江中学的礼堂崇敬礼拜，会后参观校园，并到马偕的墓园追思。另外，为了增进教会肢体之间的认识连结，同工设计了团体游戏，展现出在主里是一家人，彼此扶持，同心合一的美好关系。150年前，马偕来到泸州传福音。150年后，泸州教会透过圣诞庆祝晚会，亲像天使，用诗歌、用跳舞
用喜剧传播主耶稣疼世间人的好消息。希望透过这些活动事工，让教会整体总动员能够动起来，带出活泼崭新、同心合一、彼此相爱的力量。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够思考信仰，学习马街，跟随基督，传扬福音。委身使命，活出荣神一人的见证。1873年，因着爱、使命、呼召，宣教师马街来到泸州，敲响福音钟。而今走过150年，爱的钟声从未停止。大家你拢有伫即个，希望你拢有即个影片的中间，你若无伫影片中间嘛是明年啊吼，明年151年，咱做三个来记得。咱若要上帝，阮感谢你，是阮互阮的教会150年，阮相信即个路径拢有得伫，拢有年冬的免流，因为过去的前辈因所建立的基础，互阮来卖往未来，卖往2024年，嘛鼓励阮的囝儿逝世，看见着马街宣教师怎样辛苦将福音奠根伫北台湾即块土地，奠根伫泸州即块土地。阮毋是干那享受继承这福音的成果。是阮来看见更较远的未来，来鼓励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委身伫教会，为着教会整个团体的好处、团体的利益来迈进，为着教会会当日日进步、兴盛来努力，绝对毋是个人，是为着教会。阮上帝帮赞。这就是爱用福音来付出相对的代价，才会当来领受年冬的免流。阮上帝帮助阮今年侪兄弟姊妹投入伫150年所有参与，无论是参与设计，无论是规划，无论是整整所有所投入的节目，阮相信。主你看伫你的眼内，讲主啊，这是好的萝卜，好的囝儿，通来享受。主啊，恳求你是阮帮助阮。阮知今年是满有恩典的年，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伫这中间所努力的，阮诚做芳芳的祭献落伫主你的面前，阮伫2024年，可当继续来努力，互阮伫福音的顶面，去继续努力。阮感谢所有的同工兄弟姊妹，求上帝你继续使用因，高我因，使用因，嘛互因今年到年尾，即个路径拢有主你互阮的油，拢滴伫阮所行的路径。虽然辛苦。相对，阮嘛付出相对的代价，侪人付出相当的代价。阮上帝，你加倍收束伫因的心上。阮恳求主来带领因带，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
感谢所有恩典吼，感谢牧师美好的进度甲勉励。咱三个人回应诗信息第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吼，才大家起立真全首。真侪奉献，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师会同请同工来执行。
请去你银行的时来。我的只愿献乎你，因主拢叹你情。我会在尽你受死，甘愿听你做基父。阿门。请坐。请大家来读今仔的金句，记载伫诗篇第65篇第11节。伫手部的下骹，咱台语咱念两遍。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诗篇第65篇第11节。咱三个来欢迎新的朋友，咱的新的朋友傅小媛啊，小媛。好，秀琴是秀琴的女儿哈，是秀琴的女儿哈。咱同齐来来欢迎哈，咱用咱会用的欢迎的歌哈来甲因欢迎哈，咱同齐来，咱同齐来唱哈，咱大家来唱哈，大家来欢迎。了咱出去做一回，了咱出去做一回，上帝会听阮大家听做一回，了咱出去做一回。咱一摆欢迎吼，永远的欢迎吼，咱欢迎你同齐伫主里吼，同齐来敬拜上帝，来听上帝话吼，欢迎你。好，咱三个来关心教会事，好，咱拍几首歌吼。咱本会消息，吼，准备资料，敬请各单位提交2023事工报告甲决算，2024事工计划甲预算。还未到的同工，请伫今仔日交行，互小会审查2024年事工预算甲会员互会手册编制甲作业进行。第二，洗礼报名，2月初4 2024年度第一届圣礼日，欢迎成人、小儿报名受洗。报名洗礼的上元洗礼前信仰造就课程才通洗礼。报名今日是报名的截止吼。第三，1月初7后主日连下礼拜9点，古营教会各团契首长就任式，圣歌队队长美万执事，主理学校长淑华执事，少年团契会长新雅姐妹，青年团契女性弟兄，单身团契瑜伽姐妹，少年团契建议执事。第四，2024年年度各团契同工伫下面吼。主要校长是小华执事哈，少年团契会长是建议执事的同工，副会长是文良兄，会计是素月姐，书记是李锦记，美琴姐李芳活动是方月姐，单身团契会长瑜伽姐，副会长方月姐，会计婉君姐妹，文书欣莹姐，活动建议执事，信华队的队长美满之事哈，服务是文良兄，会计是云丽姐，中午是丽华姐，少年团契会长新雅姐妹，副会长米乐弟兄，会计是香炉姐妹，书记是子涵弟兄，青年团契会长李信弟兄，会计是洪宇弟兄。第五，1月初7后主日下晡1点召开定期中集会，中一同工请毕万新出席。第六，年度的查销。1月14日，主日礼拜了后，本会查销委员甲财务组的同工将检查各单位2023年的会计年度的会计销甲现金的存款，并请相关的人员编办校报存折受检各单位请款的事宜，请维持各项的凭证，出纳请款，互年度结销的工作进行。
同工若有代办的事项、带电的款项吼，请同我长个请款毋通伫过年来请款。12月21日利息的利息吼，12月29前余额来回存补登存折，并请配合办理。第7，咱恭喜苏贞长老的第2后生佳琪夫妇伫12月25日来喜得男婴母囝拢平安，愿主祝福。第8，教会开办街舞班伫1月初6到2月24日，每礼拜六下晡4点到5点半伫2月初10春节有休假1次总共有7节课，费用是1400块。师资是台中大学乐舞社，招收各种以上55岁以下以外街舞的朋友报名请往立生节甲新营节。第9，今年2月开始，欢迎兄弟姊妹申请在艺奉献地，请大家遵守主的诫命奉献，得到主的欢喜甲祝福。第10，新讲读经2024年第1季的读本《生命的节奏》已经放伫招待道，欢迎兄弟姊妹家己来摕。个人伫厝里每日以进度来灵修。第11，第1季的1月到3月复赛轮值表已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个人的复赛项目甲日期。时间上若有不方便，请家己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请通知办公室。第2，每礼拜3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会读圣经修完教会编处大道。咱的新朋友，咱顶下新朋友世光甲昭美夫妇、恩惠甲美娇姐敢有来吗？今日敢有来咱大家意愿来关心来大道。团契消息，青少年团契对2024年1月份开始，少年团契甲青年团契聚会时间调整伫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开始。那机体相通，咱请大家为着咱的机体来关心大道为着明年的总统的大选来请求主带领百姓来选出国家的领导者乌俄战争甲以巴战争，咱请大家来关心甲大道。告解消息，代表祝福国际跨年的音乐会伫12月31日伫国家音乐两厅医院的艺文广场邀请你的亲朋好朋友来享受平安祝福。以上，咱请大家来吟马变诗，信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人来。请大家起立吟全首，吟诗说，请牧师祝祷。领受上帝祝福，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正生，愿恁伫耶稣基督过来时，通得到保全，无通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杯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实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阿门。
侪，别得必回。